當男人遇上女人，寂寞。我同爸爸一啲都唔親，印象中只係見過佢幾次，因為佢係我嘅繼父。媽媽喺我4歲嘅時候離婚，將我帶翻去鄉下俾婆婆照顧，自己留喺香港打工，認識咗呢一個男人。我記得喺我讀2年級嗰年，媽媽帶咗一個男人，話呢一個就係我嘅新爸爸。然後佢俾咗一封利是我，從此我就改咗叫姓李啦。因為改姓嘅事被啲同學問到好煩，所以我對呢一個男人嘅感覺唔單止陌生，甚至係從來都冇好感。到中3嗰一年，媽媽接我嚟香港團聚，話係嗰個男人嘅建議。阿妹成績好，你接佢嚟香港讀書，第時仲可以讀大學嘛，係咪？喺嗰陣時，媽媽同佢生嘅細佬已經讀小學啦。佢喺大廈度做看更，有時日班，有時夜班。媽媽就喺一間工廠嗰度做包辦伙食，早出晚歸，一家人各顧各，甚至連食餐飯嘅機會都冇。之後我考咗入中大，自己出嚟租房住，就算放假我都好少翻屋企嘅。只要係喺要攞生活費，又或者係同學費嘅時候，先至會勉強翻去同佢食餐晚飯。每一次我翻去，佢都會和顏悅色咁招呼我。阿妹啊，食咗啲嘢啦，咁瘦，食多啲，食飯。對細佬講說話就會粗聲粗氣。你啊，收聲啦，有得食你食啦，咁多米飯養啲賊仔真係。大學畢業之後，我申請去美國度留學嗰年，佢啱啱退休，正為學費彷徨嘅時候，我收到佢嘅電話。阿妹啊，都咁好學校把握啊吓，學費唔使擔心，攞我啲退休金啦，俾心機讀書啊，第時攞個唔錯嘅學位翻嚟咧，阿爸開心噶啦。多謝阿爸，呢一聲阿爸只不過係為學費而叫，一開口我就覺得自己可恥。喺美國翻嚟之後，我喺一間外商公司打工。細佬喺我留學嘅第2年出咗事，佢偷渡翻咗大陸之後就音訊全無啦。幾年之後，媽媽胰臟癌過身，個男人賣咗層樓，交晒啲錢俾我幫佢管理，自己就搬咗入老人院住。有一日我去探佢，佢啱出咗街唔喺度。正當我去到大門口嘅時候，撞啱佢落的士啊！阿爸，你去咗邊啊？阿妹，你嚟咗啊？冇，老陳今日出殯，我去鞠個躬啫嘛，冇嘢。阿妹啊，下次探我嘅時候咧，你幫我買部相機啊，得唔得？做咩啊？冇，幫啲老友影翻幾張相啦。今日老陳張相啊，嗰張遺照真係影得肉酸。舊年冬天，阿爸過咗身啦。佢嘅遺物唔多，只係剩翻一個大紙箱，裏面裝咗一大沓一大沓放大咗一個照片，同我買嗰部相機。部相機仲好新，可能係用嘅次數唔多，又或者係佢保養得好啦。至於嗰一沓相，應該係佢啲朋友，個個都好大年紀噶啦。背景有山邊果園，有門口，有公園，又或者係海邊，個個都好合作咁樣望住鏡頭笑。
就連一張另一個瞓喺病床嗰度插住鼻管、胃管嘅老伯伯都係一樣，用手指好勉強咁樣展示一個耶嘅勝利手勢。當最後一張相出現喺我眼前嘅時候，我先係驚愕，接住就係無法控制嘅嚎啕大哭。嗰張相係用自動嘅模式影嘅，佢將媽媽、細佬同我嗰張相攞去放大咗，跟住再加個相框，全部擺喺一張台上面，而佢就喺後面嗰度用手抱住呢3個相框，向住鏡頭笑。相下面係佢嘅字跡，寫咗一行字：李家合府團圓，2001年。睇咗呢張相之後嘅話，我感到非常難過。到而家我至了解到呢一個男人深沉而無言嘅寂寞。不要假設我知道，一切也都是為我而做，為何這麼偉大，如此感覺不到，不說一句的愛有多好，只有一次記得實在接觸到，騎着單車的我倆，懷緊鐵背的擁抱，難離難捨，想抱緊些，茫茫人生好像荒野，如孩兒能伏於爸爸的肩膊，誰要下車？難離難捨，總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，任世間再冷酷，想起這單車，還有幸福可借。我怎會看不到？雖說演你角色實在有難度，從來虛偽以待，何不給個擁抱？想我怎去相信這一套？多痛惜我卻不便讓我知道，懷念單車給你我。唯一有過的擁抱，難離難捨，想抱緊些，茫茫人生好像荒野，如孩兒能伏於爸爸的肩膊，哪怕遙遙長路多斜，你愛我愛多些，讓我他朝走得堅壯些，你介意何愛護，又靠誰施捨？難離難捨，想抱緊些，茫茫人生好像荒野，如孩兒能伏於爸爸的肩膊，誰要下車？難離難捨，總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，任世間怨我壞，可知我只得你成就我的狂愛。好，冇事。喊完未？喊完。我想講翻，其實我唔係我寫噶，但係我睇一本書係，sorry，
係吳念真，佢有一本書係一個台灣嘅一啲多媒體嘅作家啦，咁佢係個編劇啦，咁我睇咗佢呢本書嘅時候，我睇咗呢個故仔，我每一次我睇嘅時候我都會喊，咁我覺得就係嗰陣時候係我自己人生唔係太開心嘅時候，但我睇咗呢一個故仔，我同自己講，如果我第時再有機會可以同梁繼珍一齊合作嘅時候，我哋要做一個廣播劇，我一定要將呢一個劇咧要改編翻嚟，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會錯覺得太多咯，尤其是係你對於爹哋媽咪嘅一種愛，咁所以我希望可以藉住呢一個古仔，我要獻俾所有我哋嘅 fans 啊，係啊，真係噶。咁我亦都專登為咗呢一個劇嘅話，我覺得呢一隻歌係就係最好嘅一個，係啦，或者佢完美嘅句號啦。好，咁我都見到有好多朋友，其實我都好感動，因為睇到你哋嘅留言啊，好感動。OK， 冇嘢。送俾所有爸爸好冇？好，記住要係啦。如果係啦，你爹哋或者已經唔喺度嘅話，唔緊要。我覺得佢喺天堂嗰度會望到你嘅。又或者如果你真係已經好耐冇同你爹哋媽咪有個接觸嘅話咧，打個電話話聲俾佢聽啊，你好錫佢啊，好冇？有時啲難寫嘅過去喺心裏邊講出嚟開心啲嘅。多謝你今日有一個好嘅故仔，多謝所有朋友你哋喜歡呢個故仔，好冇？呢個節目記住叫做數碼快活人。